好，歡迎嚟晒，我係 Stella。今日嚟到君怡峰，介紹呢間靚裝修、靚景嘅筍盤，我哋一齊上網下。呢度係君怡峰7座中層玻璃室，實用931尺3房。呢度有個大露台啦，咁呢邊係望返內園，個景好開揚嘅，望返泳池。我哋入去房度望下先，3間房，3房1套，都裝修晒啦，自住緊嘅業主，3間房都係望內園。呢個主人房、主廁，又做個書台，最後係廚房。呢度有個冷氣機房嘅，呢度有姐姐房咯。呢件靚景價錢平，如果大家有興趣睇，歡迎隨時 call 我啊！多謝各位收睇，拜拜。